南乡古镇的铁板豆腐是当地的特色小吃，因外酥里嫩、香脆可口的特点而闻名。南乡古镇的铁板豆腐的做法非常简单，但是想做出外酥里嫩、清脆可口的铁板豆腐，还是要有一些技巧。首先，豆腐的选择非常重要，最好选择新鲜的嫩豆腐，这样煎出来的豆腐才会外酥里嫩。其次，豆腐切块的厚度也非常重要，很有讲究。豆腐块不宜太厚，否则不易煎透。一般来说，豆腐块的厚度在1厘米左右比较合适。第三，煎豆腐时油温控制的要恰到好处，油温太低，豆腐容易吸油，影响口感；油温太高，豆腐容易炸糊。一般来说，油温在170度至200度左右比较合适。第四，炸豆腐时不要翻动，防止豆腐粘底，煎至豆腐表面金黄酥脆即可捞出沥油。第五，铁板豆腐的蘸料也非常讲究，一般用酱油、醋、辣椒油调制而成。蘸料的咸香、醋的酸味儿、辣椒油的辣味儿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再撒上一些葱花和香菜即可食用。南乡古镇的铁板豆腐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我每次来到南乡古镇都会特意的去品尝铁板豆腐。这里的铁板豆腐外酥里嫩，香脆可口，蘸料酸甜可口，非常开胃，强烈推荐大家来尝一尝这里的铁板豆腐。世间有多少嬉笑怒骂，像一场大梦无他。我也想能陪你一起走啊，直到这世界崩塌。可是啊，走过长夜的你，不再需要被牵挂。我要去世界的尽头，留下你像梦的出口。别回头，尽管往前走，就算终点没有人为你等候。我会在另一个时空，化作自由的清风。也请你要忘记我，就当是昨夜的梦。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，归途的风一直刮。世界有太多无常变化，一个人也会长大。再见吧，归途的风一直刮。世间有多少嬉笑怒骂，像一场大梦无他。我也想能陪你一起走啊，直到这世界崩塌。可是啊，走过长夜的你，不再需要被牵挂。我要去世界的尽头，留下你像梦的出口。别回头，尽管往前走，就算终点没有人为你等候。我会在另一个时空，化作自由的清风。也请你要忘记我，就当是昨夜的梦。我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，归途的风一直刮。再给个空格还倒能倒吗？太多无常变化，一个人也会。行，因为倒来倒去也不好倒。对。没事，我给你拿个清子啊。嗯。这
这河是辣的啊。好嘞。多2个星期，这河是辣的。嗯。现在他们都有。这河是不辣的。不用记吧，不用记。不用记。当塑料袋。拿过来就吃了。拿过来就吃了。嗯，好嘞，谢谢。找个背阴地方来，找背阴地方。行行。精心炒制。民宿。它这面是啥呢？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就上海这块儿，就是这些小镇子都属于市井文化。你无锡和这个苏杭都属于什么？都属于园林文化。它那种生活的感受不一样。它那块儿就是说偏重于什么闲，偏重于养生，这面偏重于生活。知道不？这边市井文化，老百姓的那种，老街就这么点玩意儿。他这什么时候人比较多？周六周日。对当地人来玩，所以说他这块物价不是很高。对，它物价高，这边很多游客上来吃点早餐。他不是说吃早餐，就周六周日到这边买点农家东西，就这么东西。就是小酒楼，我估计200块钱左右吃顿小饭，吃点对小酒楼啊，多好啊！这小笼包也都300来，也尝一下。这条街走过去再走回来，没啥玩意儿，再到那边走一走就走了。这个干的是绿色的，咱们这个是
黑的。对，都是一波一波老太太。啊。要不要哈扣啊？买5送1啊，现做现卖了啊！咱不会吃弄，咱不会弄。海棠糕看一下，刚刚出炉的海棠糕。明市居。